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出名台会，我是邱美俊。我俩所在比所系到你讨论是新屋区嘅润安五港。新屋系中央客委会讲做客家重点发展区，然后润安五港是只客家总地位嘅嗰種五港嚟吼。然後台灣嘅客家族群大體嘅減散失散嘅情況比起來啊，然後新屋嘅客家鄉親減海失海，去讓文化客家，然後到台灣嘅族群地位都係當顯面嘅啦吼。然後潤安五港係只客家總地位都係五港。 但是为了发展了再生能源风力发电，最近呢经济部能源局调查了台湾的海岸，也36只嘅闪力风场地位度，就以这时代呢嘅润安五港嘅顺头啦哈。有人当机器讲好啊咧，设了种嘅风力发电机，然后有人认为讲，了只为所其实冇适合咧设了风力发电机，到底机器嘅人嘅理由係乜嘅？ 因為冇適當嘅人，因為咧冇適當嘅理由係乜嘅？但係看到你師傅嘅海參廟、媽祖廟嘅廟片，堂堂採提鄉親嘅意見，然後強烈公部門嘅代表，韓國專家學者共同嚟討論，強烈關心。 好，以下節目鏡頭來到呢新屋鄉只海參廟吼，你講減海嘅新屋有一種嘅特殊嘅客家種地，譬如五港、潤安五港，也有海參廟，馬上呢，你盤港地嘅種天后宮拜媽祖婆啦吼，所以講新屋係只5年之鄉，確確實實是冇問題啦吼。咁譬如上個第一屆係行政嘅農委會5業署5村建設科嘅科長陳慶如陳科長，你好。各位鄉親好，主持人好。 好，首先為您紹介係呢國立中央台後，然後討論啦哈。環境教育中心嘅主任呂禮德呂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再來又係呢中央台後水文啦海洋科學研究所嘅黃志成黃副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第四屆來賓係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嘅理事長高如平高理事長，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好。 你下講到民國124年，也就係2025年哈，而完成了非核家園嘅一種嘅政策嘅理想。故所你下來推動一種嘅風力發電，當講咗係一種嘅再生能源哈，前關鍵嘅風力發電係非常積極促進來做啦哈。好，來看一下到底了解離岸嘅風機嘅案呢，因為到地方上引起安泰嘅爭議呢，我想先聽聽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 1初有1初拍攝大型的風力發電機組順天西埔海岸來做，台灣現政基本的反對，地頭業的匯損搶新屋冇做風機。現在在觀音以北，現在到大園全部都是設陸機啊，陸上的風機。那現在以後這個就會往海上再移動。也比到配合中央發展6年政策，由廠商提出嚟推行離岸風電計劃，地方嘅意見都冇共用。 我哋種都愛順天意推，按天意推伊倆風機種落，我哋冇完全冇法度哦，個競爭下去。做下來變啦，我天山推冇法度接嚟啦。我哋按照思路一條。抓魚也有釣魚的，因為釣魚的方面是支持這個方案。哦，他抓魚的話，因為 他出去的都是用網捕魚，網捕魚的話是會多多少少都會影響了，都會影響他們了。我們採的就是對，現在採上來這個地方叫護堤，兩邊大石頭在煮好以後，中間都是小石頭，哦，它去包覆它。 今年小片內，讓安順離離岸線500公尺到1公里嘅海面上，來在風機嘅計劃，可能會同動用離子嘅效果呢，含個豐富嘅生態環境，好玩強強。離岸500公尺，那500公尺，我哋朝現在退潮會寫400公尺呢。啊，排內來是幾好嘞啦，唔好講多啦。咁你100嘅時間，你做一期，你碰順按面積100幾多呢？假使拍到係300公尺地位度啦，實付唔見睇嘞啦，唔好講乜嘅歷史區全唔見睇嘞啊。这離岸風力發電哦，
那我想不应该破坏海岸的这个生态。那我们会跟地方的居民一起在中央的环保署环评的阶段，会表达我们的意见。顺定远往唔公嘅西人插坡，嗰度位都看得到今年反对嘅补条。一百后新离岸风地街包，地方片出现风后，行为在个不天绿色，一场发展用地，韩国保护海洋生态文化嘅战争动力发生。你看到当多嗰種來強調來發展風力發電嘅嗰種縮鐵啲位都在看到講，台灣海峽啊，係全球20隻最好嘅風場，有16隻到台灣海峽啊，並且呢嗰種航警人中師副院長也說全世界頂尖的這個風場有16個在台灣海峽。好啦，看下啦，頭先離岸風電發電廠嘅話廠主佢台鐵度呢新屋了到下度，南邊呢就點點到呢個新竹嘅新豐街道啦目前係講到新豐那邊冇來殺啦所以主要係呢新屋。頭人兩片下到啦佢風場嘅範圍係你講北片下西南片下台，還叫佢如果去啲位度咧插一種係風力發電機嘛所以也海上嘅個鐵纜線有兩隻變電所上岸嘅地方還有升壓站，也係個盤港嘅變電所啦所以也係目前嘅規劃係青島咧做得到46座安度但是係咪天做好做難，46座一定要做好做滿嗎？廠商也說不一定他們結天風機用哪一種所以是3到10百萬瓦，到底是要300萬瓦還是10百萬瓦？也係講從了中南嗰邊600萬瓦，還完全結天啦那風場呢，離岸部分呢，北邊呢可能離了海順下人啦差不多就1公里1000公尺，然後南邊呢可能那是東區差不多500公尺停鐵。你講這潮間帶在南岸這邊潮間帶可能只有400-500公尺，如果這離岸的風機就是在500公尺就設下第一排的話，那不就在潮間帶上面就已經設了風機了嗎？然後東英來反映講，那我所有的這個10戶啦、1000戶都在這個潮間帶完成發生，那是不是會受到影響呢？那風機所在，請人的位所水深大於8公尺那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漁業署，就是說，這樣的設置對於我們的永安漁港這樣一個特殊的一個桃園唯2的2個漁港的南邊的這樣的設置，對於我們這邊沿岸或近海的漁業航道啦或漁業的資源沒有影響嗎？你們的評估是怎麼樣？在海上有設施物出現的話，當然在對於既有的活動，它或多或少都會有影響。其實剛才的影片裡面有提到，那對於漁業的影響，大概就是網具類會有些影響那當然釣法也不是說完全沒有影響，但是可能相對的影響小一點。那對於航道的話，其實我想在海域航行的部分應該不只有我們漁船啦其實還有所謂的商船等等這一些。那這個部分在航行方面，所以我們以永安漁港來講，它主要的這個網具有，譬如說有棒受網啦、流刺網啦，還有一支釣，哪一種的漁具的受影響是最大的？其實應該是講說受影響最大的應該是所謂的流刺網這個類型的。流刺網這個部分是。那我想再請教一下我們的黃老師，就是說，這個區域大概有36公頃設了這麼多的風機下去之後，我們剛剛講說，那這個航道啦，或者是水流啦，會不會也受到影響？那這水流改變之後，洋流改變之後，是不是有一些回游性的魚類啦，或者說這個洋流改變之後，這個魚源也會移到別的地方去？風機它的設置其實有一定的規範的，就是說它一定，你看它一定要設置在某一定的寬度上，就是為了要避免改變這個洋流啊，造成局部的沖刷，還有一些風場，所以對洋流的影響其實是不太大的但是其實這裡面要注意的是說有一個特點我注意到說它的水深其實在桃園這一區是。我個人認為啦，初步看起來是有一點過於偏淺的啦，就是說，因為淺的地方其實會有很多複雜的效應哈，你的波浪的效應啊，你可能變成說季節風浪，你就造成很大規模的沖刷，
就是说大规模的地形改变，它可能会改变这个洋流。所以海岸线有可能退缩吗？有可能，也有可能造成很多的悬浮物质起来，因为它会造成很多的尾流效应。就是说，在这么浅的地方，波浪效应就重要了。比较深的话，像以桃园这个沿岸来讲的话，大概水深波浪影响的范围啦，大概是10到15米。好，那这个地方浅的地方哈，那你只要在这地方，你看放一个东西，它就会造成多余的这个悬浮物质。那可能这些悬浮物质就会进而影响其他的一些生态系统，这个是有可能的。好，那吕老师，我想请教一下说，环说书所提出来的这样一个对策的说明，某种程度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也许是厂商或者是专业者跟民间跟在地乡亲的渔民，我们是不是看出一种，譬如说他们的专业资讯的这个有落差、不对等？所以当这样的一个对策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看待，或者说乡亲应该怎么样来解读这样一个政策？因为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他们只是开一个意见的陈述会议而已。是8月24那号。从法律来看，意见的陈述会议，我讲了，好，居民反映了，然后厂商呢只要回答就好了。至于回答有没有切中要害，是不是有没有具体的承诺，有没有法律的约束，完全没有。好，所以这个制度变成说，可能只是我来讲一讲，然后你来发言，然后其实大家就各自回家拍拍屁股，然后就结束了。他已经做了。第一时间看，觉得好像对啊，这个就是施工距离短嘛，这个范围小嘛，那影响就相对比较小，所以对海洋资源、渔业资源就没有影响。乍看之下好像不无道理，但是老师觉得这样是不够的。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定有影响，那你的厂商你必须要去做研究。然后提出我这个影响，我要没有来说明，而不是说我认为我没有，我就这样子结束了。这个是一个我们在程序上哈，那行政听证会你就必须要有这样的回答，这样的处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公务人员来登载的话，就会有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哦。是。初审会议之前，9月12号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桃园市政府跟这个德商达德能源集团呢签订了合作备忘录。那这个合作备忘录当然是一件大事情，然后表示说我们从中央的地方齐心一德要来做这个再生能源、风力发电。好，这个在新闻的这个资料上面，我们看到说达德集团他们就说，那希望说桃新的这个离岸风电能够及时过关，那将来可以与公司的子公司力威的桃园离岸风电同时建制，节省成本。这个是厂商的压力呢，还是说是政策的压力呢？而这些压力要回到我们的乡亲在地乡亲来承受的时候，那乡亲觉得说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无论是伊对伊的中央的权利哈、经济的事业，来讲传统安尼社会呢欠固的文化就让乡，想像安尼个在地乡亲来表态意见，好吗？来了解先生，嘿。我感觉佢度喺500公尺做，我感觉非常的冇合理。你以為講你海巡強權咧？係，你強權咧？你睇下是想想看，我係十文有200-300年嘅歷史，你對風車你只做到解下，都解轉。佢講冇斷斷嘢10文度啊。不過佢同係碰訓練要啊我相信，佢都解啲家下想敢會轉去上岸，敢走超路轉去。絕對唔敢嘛！我嘛當翻譯嘅這個計劃環評說明書對唔對啊？講到咧食溫到水溫嘅變化完全冇提。我當翻譯咧嘅環境評估，佢嘅正確性做埋。好，那這位大哥謝謝。了解太哥，係。那個政府啊，發了按多少錢啊？做了人工魚礁，又加設出來人工魚礁，又咪建議而來。把它風力給發電嘅斷嘅材料，人工魚礁內斷咧，你一對人響嘅呢個5米嚟裝入，各位5個人響嘅佢個。太公，我強調一下啦，假如人工魚礁按冇幾多年咧？怕要加10年咯。要加10年咧哦。千投入當到嘅資本，對，當衝落去咧。但對於呢個作嚟講咧，要變下多麼？其實講，你兩片做的所有是洄游性的啦，所以每到這個冬季，一定東北季風來，一定要從我們桃園這一帶經過嘛，所以說
我们有一个环境给他休息的地方。民长就做到来嘛。好，希望两位提过，可能两位提过很有意見冇？係，請講。我哋唔敢啊，選黨投回給面田，還有從連東下市兩萬季節性你又唔聽呢來看，比亞市啊鬧人所以講做萬債還個建負債了到非常係多，你人煙條天啊做得講我哋盤江灣啊因為2年啊，我有同人講啦，因為我本身係有欠萬債啦，但是來非常多，我同人冇熟識嘅人啦，因為幾同人都感染來啦，都先做嘅鼻頭講啊，鼻頭講新豐鄉嘅鼻頭講嗰邊，幾都岸上全部有實風車，幾同人講啦，冇萬債，風車冇萬債，好，就是這個新豐了到還蠻實風車的地方嚟做。全部就我哋本港灣那邊。你看到一直收片咧。係，你殺出個下人的許多30米深的海域上。當然啦，人鄉有人鄉，但是咧，人鄉冇安泰啦。好，這位漁民大哥，嘿。我基本做傳統嘅流刺網業。你基本伊回都來囤啲風機來，我冇法度個做啲傳統漁業咧。應該流刺網是一種唔用就結翻咯，要結倉。差唔多以海力倉啦。以海力倉。差唔多1.5公里，說1公里左右啦，算1公里這樣子啦。所以講我按幫像回釣苗對嗎？建流水巷啦。好。就是流刺網嘛，流跟着海流在走。流刺網。你哋食落去咧，我都卡手啊！卡手，冇法度嗰經營你個項目。我基本就不用資源啊，還白個喺5年，馬上就向我哋調研啦。好，我想問題馬上請教你高理事長哈。理事長是這樣子，因為剛剛這位漁民大哥他很清楚告訴我們說，從他永安漁港，它是民國44年建成啦，所以等於說到他是第2代的出海捕魚的這漁民。他說他爸爸的年代是在近岸或沿岸就可以，他現在到近海去跟風浪拼搏，沒有錯。雖然這個漁獲量也許不是多，但是它的價值是高的。所以等於說他們抓的魚跟他爸爸那年代已經不一樣了，但是它相對它風險性也增加。那我們剛剛也看到說，很多鄉親就是說，事實上我並沒有反對風電，我也沒有反對綠能，只是說這個選址是不是沒有考慮到當地的不管是傳統文化也好，或者說生計也好，因為太靠近了。剛剛那個這位這個漁民的大哥也說，以現在什麼都不改變的情況之下，現在的這個要出海，現在沒有設立任何一隻風機嘛。以現在目前的情況，你到了這個海岸外面要去捕魚，就已經越來越困難了，這是第一點哈。那第二個就是說，現在的這個空氣污染、氣候變遷的問題，其實是每一年都非常的嚴重。今天已經是11月16號，已經是理論上已經立冬都過了，可是太陽還這麼大，像夏天一樣，就是氣候變遷的這個問題只會越來越惡劣，尤其是身在這個海邊的居民，就是大家有沒有一些希望能夠改變現況？好，就是現在的情況，大家都覺得很好了，就這樣子，那我們都非常滿意了。那 OK，那就不要再設任何的改變。如果大家很希望說有更多年輕的人來，有更多的這個綠色經濟能夠帶動我們的繁榮，或者有更多的這個國產化，或者更多的工程師能夠來這個地方進駐，或更多的這個觀光資源，讓大家能夠有更多的機會，那也許就可以看看有沒有需要去改變的可能。我覺得這個是應該是由大家一起來決定的。好，那呂老師有補充是不是？是，所以這個本來離岸，就剛才仁富理事長講的，它可能如果是離岸的，在我們的認知可能是10到20公里的外海區，可是這個案子是離我們岸邊只有500到1000公尺，所以這個用一句比較俗話來說，就是掛羊頭賣狗肉，事實上它叫做近岸風機，不叫離岸風機。那我想請問一下黃教授，因為我們現在講離岸風機，所謂離岸和近岸，到底多近叫做近，多遠叫離岸？因為好像都莫衷一是。因為我看彰化的案例，然後我們講到這個桃園的案例，講到譬如說在其他的
潜力场址案例，好像画爬拉 K 一样，当地居民跟厂商协调之后，那就是这么远就叫离岸，这么近就要近岸。可能假设说没有定义的非常清楚的话，因为每个地方的特色其实海岸也不一样。哦，有的是可能是生态很丰富啊，有的是有特殊地景哦。像我们目前看到这个案例，其实就是它可能是又临近藻礁，然后又临近石户，这些其实都是生态比较比一般的沙岸来的丰富的一些区域了哈。那当初在制定这些潜势的时候，是不是有把这一个东西列进去考量？好，或者说更有一些专业的，像我刚才提到的一些物理哈，那当然是工程上你可以去做一些解决啦哈。就说目前台湾其他的风机可能大部分哈，可能规划到设在20米到30米的这个水深，我个人认为啦哈，初步判断若单以物理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哈，我是觉得那个是稍微比较合理了哈。幸福海洋客家文化，你上半年的建古哈，还从两面建古一种啦哈，我讲学问啊等等哈，都会有影响到，因为一条群的嘛，这些在潮间带发生的这些传统的，不论是这采集或者是捕捞的这种渔业的传统模式，虽然讲你下做可能冇玩到，但是台湾已经讲到，两岛的学问啊，都会够噶。一退潮的时候，整个高嘉鱼都在这石户里面。不过，下因为海洋资源枯竭，也讲受到污染等等哈，所以下学问呢做到然后台湾是冇玩比唔得嘞啦哈，量冇玩到的价钱也冇玩够嘞哈。不过，到底海运在的文化上的影响，对你突然时间付了几年哈，当落力对你的幸福，然后让客家来。并当到的字眼，当充分咧做了的文化艺术的发通，或产生嚟到影響咧，上先聽聽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前面都見面學校是聽下大學嘅。市場內出海內容嘅，亦都對此些就啲唔講太嘅用戶之推廣係基本上嘅。成年狀態過後，接把握嘅繼續嚟做營業，對大海都有感情。抓魚回來豐收就很高興啊，當歡喜啊！大家就會常會按聯絡，來到就過來到去做安尼，很有那種成就感、團結。啲海上嘅幸福唔單止有意思太海嚟落實嘅行業，未有全台灣俾啲客家員工演出出其他被爭議嘅海洋客家文化。本身海上嘅客家人，你一部分一項你要開始啦，一項充分你幸福嘅一個最重要嘅亮點。其實你重點是咧，客家人。เรา可以關係咧做一下，當特別嚟本客家去了解講，到底啲客家人เรา可以買關係咧亮點哦，一定要凸顯出來。天人出食物，愛護我們的幸福。今年潘體藝術節嘅活動，幸福每盼嚟1300人來介紹本地嘅活動，希望享受韓國保護一項珍貴嘅文化資產。今年7月的桃園市客家事務區被邀請嘅1300人來體驗100年嘅慶廟嘅傳統，為大家來認識也嘅海上嘅客家莊幸福。希望主要體嘅入線呀，下維飛生命態節慶呢，海下文化藝術館做得本大家了解，其實客家出去也係有按嘅當特別嘅海洋文化。結合幸福嘅漁業文化、生態、韓國觀光一等元素，希望向網地嘅海洋客家文化同客家漁港，為佢幸福嘅新光點。好，睇下新聞兩邊看到學問啊，仲係作啦，喺個建古等等啦嚇。你講幸福咧嚇，潤潤順頭嚟到海順啊，係目前台灣本島，冇講澎湖嘅嗰個雙星石滬啦，台灣本島你下還有個學問哦，真緊還才。有作嘅嚇，大家已經有人去巡護啦嚇，而個孫嚇可能就留下來麼？韓國建古嘅法通咧，從2013年，民國102年，你幸福財體向前咧，讓佢恢復啊，要恢復這個石滬，從2013年開始，要重新把它這個石滬，然後開始復育，都
104年提办咧办理啊种嘅文化节吼，一直到今年咧办理啊种嘅海客嘅文化艺术节吼，当然是客家文化局咧办的，是并到因客庄新年台节庆地北都。但是呢，我们不管看是千姑也好，或者说异地往啊以往分鱼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就看到。它其实跟我们的风场是基本上是重叠的，而且这么近的这个地方，也就靠近我们石户的所在地，会产生的影响或冲击，也许真的就是直接的。所以很多在地乡亲会觉得说，我其实也没有反对这个风力发电，但是你的设的地方，也许就像刚刚讲的，太靠近沿岸了，而且目前沿岸、近岸、离岸也没有一个标准可言哦。那是不是真的要靠乡亲去跟厂商画 PARACAN， 然后就说大家来就地喊价哦，看是3公里、5公里哈，水深3公尺、10公尺、20公尺，是这样来喊的吗？我想我们有没有乡亲对这个部分是有意见的？好，看先从这位大哥开始好了。嘿，上一次去那个环保署的时候，好，那个厂商啊，他就说我们有将近80%的人是同意他们建造这个风车啊，结果。来，我再讲一下，他把那个船主啊，因为我们实际上在抓鱼的有没有哈？真的永安那个渔港有没有300多艘渔船没有错啦。实地真正在抓鱼的有没有哈？我看没有才30几个，像这几个都是真的是确实在抓鱼啊。结果他拿这个什么所有的船主有没有来做个民调，说是80%都同意啊。结果真正在抓鱼真正的那个渔船主有没有是没有一个同意的啦。所以说啊，他们这个民调有没有？他说的委托当初是委托什么是哪一个大学，我是现在忘记了的。他说80%几的在同意啊，其实真正都没有问到我们有没有哈，都没有问到我们真正在从事海上作业的人，都没有问到。等一下，这个环境影响评估相关会议，这个有这个意见陈述，这个是中立区渔会，我们底下马上喜爱了哈。设置离岸风车，那其实呢，绝大多数渔民赞成设置，只有少数反对，赞成有90%。所以你刚刚说357艘登记有岸的渔船里面，真正有这个出海抓鱼大概30几艘，所以没错啊，有90%是赞成的啊。你们出海这30几个就1成反对，他就是没问到，他写的也是事实啊。所以说他都不问那真正从事的啊，你不能问那个没有从事捕捞的人啊。好，新梦了解台购。就往上了解台购，系冇？系。你看，政府也在前瞻计划地图还有提到，为了仁爱渔港设置这个海螺广场，以及香港还有青年娱乐营来体验营，不断的挑战了我哋嘅幸福，但是一方面，财团就会来了，很美，为了我哋人嚟嘅为咗冲突到，我哋很美了点，大家为了好好嚟。思考一下。好，那这位大哥的重点就是说，其实永安或新屋沿海的地区，其实政府资源投入不算少，可是彼此的重叠好像会产生冲突或矛盾，这是他觉得比较疑惑的地方了。好，他可能还该比台购系冇系。你台湾原来为废核所顾给种诶，个发电量、装载容量是3 G 瓦哦。那现在你看台湾全省20人只风窗已经有。超过10 G 以上的，所以讲，我想希望讲，你哋北台湾，尤其你土人人，每次村落里头的，你接回顺冇风叉的，讲我群风叉，我哪位群风叉，上北啊要群，下南啊要群，很美讲，你留下你聊天了，了解漠视，好。我们会因为要发展再生能源，希望能够关键的风力发电能够产生效用，而产生另外一种形态。因为发展风力发电，因为发展再生能源，因为要推广这个绿色能源，而造成另外一种形态的竭泽而渔。就是说，唯一的一个这个自然海岸，它往后不但是水泥化之后，也要来设风机。台湾连最后一段自然海岸也被包围起来，这是乡亲很多一再提到，就是说选址的问题，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吗？我们再来看说，当这些风机在海上射下去之后，海底下长什么样子？像目前看起来大家都是单装式的这样子，只是说它下面的这个保护工是不一样的哦。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黄教授，就是说。这样的这种机装做是厂商在传说书上面我们看得到的了哈，就是说。它射下去之后，它的基座，也许这个地方是离岸，
500公尺了，但是这个可能才300公尺，它是不是真的太靠近我们的沿岸了？其实，在近岸的时候，其实离岸风机最大在雾里打下去的时候，其实最大造成的问题是那个掏刷的问题。对，所以它其实这个设置它都没有讲说它掏刷要怎么处理跟设置。你说这个基座这边会有掏刷？对，一般是大概就3倍到5倍的那个基桩的范围，所以大概是几十公尺的范围而已。所以它是往外这样掏刷出去的。对，它会有一些掏刷问题。那我刚才提到说，就水这样子过来出去，这样子过来出去。那这种问题在很浅的地方它会有跟波浪的一些加成作用。就说你因为波浪是我知道我们波浪是很浅水的地方才有波浪嘛，它才会跟底床才会有一些作用啦那比较深的地方其实比较不会的。那所以说我一开始就说我听到500公尺我是有一点讶异的，就是说这样的掏刷，对，这样的掏刷尤其我们这个近岸区这边又有一些生态的一些比较丰富啦。对啊，我当然可以理解厂商就是越近岸它越省钱啦。可是当初画这条线的时候，是有没有评估到这些当地的一些特色？好，我来问一下了现场有没有德商达德能源集团的来宾？可以来告诉我们，你们要把风机的第一排设在离岸500公尺这个地方，或者说电缆可以用最短的距离来缩小这个施工影响范围，进而不影响海洋跟渔业资源。这个目的、这个前提，或者说你们有没有考量到，就是说这些可能未来带来的一些影响，有没有我们达德厂商可以来做说明的？好，那我希望说后续在其他的这个说明会里面，厂商可以持续跟民众来沟通了但是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渔业署这边，就是说这个今年4月份在竹南龙凤渔港已经商转了2座离岸风电的这个基座，好像水下摄影已经看出一些端倪来了。所以这些基桩它真的可以增育渔源，可以有聚鱼的效果吗？有关这个基桩是不是会有所谓的聚鱼效果那目前国内的这样实际的案例目前只有那个在竹南的那个风场的有2只示范风机目前是有做过水下摄影，刚刚主持人说的没有错。那上面确实已经开始有附着的生物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已经靠近了那至于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或者是刚刚老师有提到说这样子一些环境的交互作用，会不会让它也形成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没有实际案例。那没有实际案例，现在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肯定啊，或者是把它否决掉。我问一下我们这个吕老师是不是真的水清无鱼，我们浑水摸鱼，这样引起扬尘之后，真的可以增加渔源，有聚鱼效果，是这样子吗？不是，我想不是，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非常有限是在这个很有限的研究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 yes or no 这也表示我们过去我们的本土环境所知的很有限。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这边风力有民众反对，有人赞成或者怎么样？而我们大概的根结大概都是回归到整个政策面，就是我们要非核家园。是。那非核家园，我们希望在2015年提出的时候，我们在10年内要达成。对。即使在德国，也不是用10年内。所以根结就是说，我们以我们的条件，我们的能源全部都是进口的时候，我们10年可不可以达成非核家园？我们前面的大潭的那个火力发电那个接收站也一样，或者是我们这里风力都一样。我们想要非核家园，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我们的时间的时候，我想有很多的争议都可以来一一来克服来解决。我们政策要达成目标年限10年，可能这真的压缩了我们整个公民或共识的这个形成这个时间。2个问题请教我们高理事长，一个就是说，刚刚我问吕老师问题，就是说，欧陆的离岸风电的发展经验，真的可以移植到台湾海峡这样一个海峡，不是大洋，是海峡的环境来施作吧？即便我们有很棒的风场，但是我们的海峡的环境毕竟不同于大洋的环境，我们即便有很好的风场，我们适合做吗？再来就是说，那你先回答这个问题好了。其实英国的那个离岸风电也做得很好，不过英国也是英吉利海峡，所以一样是海峡的地形。那因为再生能源的，尤其是离岸风电，其实现在是慢慢大概
10-20年所发展出来的。那目前最好的几个国家，大概就是丹麦、德国、英国、瑞典这几个国家。那当然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先从他们已经有成功的这些案例引进台湾，因为现在台湾还没有这个技术嘛。如果台湾我们自己有这个技术，当然我们就自己做，就是因为还没有，所以就因为像那个丹麦，他们的这个离岸风电已经可以占他们的这个风力的80%以上。那当然会，现在不管台湾任何的这个政策，甚至是法律，都会先由如果比较成熟的一些国家，不管是从欧洲或美国先引进，然后再转化成为我们本土比较适合的这样的制度。我说一下法律好了，像那个台湾的那个法律，到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所谓的本土的法律，我们的法律也是有的来自于美国，有的是来自于德国。那这个就是需要慢慢的时间去酝酿哈。所以你说现在我们适合用欧陆的这个技术在台湾吗？那如果不用的话，现在恐怕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而是先引进。对，就像我们捷运一样，我们捷运因为台湾还没有技术，可是呢，当你引进以后，这个火车头希望能够带动台湾的这个产业发展，带动台湾的这个人才培育，这个方向上面其实是正常的。是好，那我接着高理事长问题问了，就说2025的非核家园目标，我们看到燃气目前占50%，不管是天然气也好，或者燃煤也好，就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减少这个燃气的部分，再生能源能够增加，但是也因此在这样的政策目标下面，我们压缩了很多，我们事实上没有办法从施作当中慢慢去修改，我们要一步到位达成我们政策目标，也就变成说，我们所有的风场一次就要到位，全部做好做满。其实再生能源在不同的，不管是欧洲国家，德国或丹麦或瑞典，刚刚开始对大家对这个新生事物其实会不了解是很正常的。可是就是怎么样去透过让一般的民众更了解再生能源能够去替代什么样子的问题，能够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可能新的机会。那政府要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些的平台，能够让民众，尤其是中央跟地方政府，都让民众有任何的疑虑都能够有一个畅通的管道。这样子的话，有高度的社会共识，这个时间不会是问题。其實你嚟海巡啊，聽話講到盤江、潤安、澳建、深圳4隻里嘅向前，佢就希望講，其實幾隻土壤安排吼，研究安度係第6度，但將日隻休閒農業延期停停。佢就認為講，唔單止關心做一做，我政府咪當要挑起來做，尤其我要兼了海巡，還有嚟要。面吼都係當發展到當好，喺邊一樣特色嘅休閒農業延期下日後，像睇過講嘅，我不要風機的那種夕陽落日的美景，我愛嘅係石滬堅固少溫那個，就係公共休閒嘅發展。先來看下地方上佢嘅想法係樣辦先。這一筆咖啡一個簡單的餐點，然後來到天然咖啡店，落線的享受下注石頭。咖啡店的調價以上現地本質呈現的唔採用性的耕種方式，所有嘅設備、韓國技術都係自家的研究，同時轉到家鄉來巧妙使用。各企業就不希望以是自家力量，同不卡本地地方當有為天球，好好再夠利用。對吧？回來這邊來說的話，當然就是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重新開始。因為你回來這裡以後，又開始要從農業這個部分，再做一個轉型的部分。包括我們這樣子，這個地方不單單有農產品的部分，那我們接下來就有咖啡廳跟住宿的部分。這邊嘅係學本嘅農民連言語整理碰上，學本本嘅好好休息嘅時節。這邊阿爸學本嘅嘅事業，都為天一胎，佢希望行卡獨用嘅嚟經營，不卡嘅學本嘅事業。學教學生哦，來安尼來本地來掠來人來做一隻解從因戶外生態嘅一隻導覽，通安尼掠好嘅東西來講出去，本安尼睇這個嘅聲音來了解講，哦，因來碰湯啊，係安樣因嘅來因係安樣因嘅繞來，
看准新务动用机会，好好来发展精致农业和个休闲农业，提防好当地嘅规划，希望伫新务来成立陶冶天然嘅休闲农业区。目前你了时则准恐怕在发起吼啊，了摆经营是差不多到你2筹嘞，迄下把你回顺的部分哦，你农水路本来是冇当好势吼啊，了两年你的政府啊当了盘到发通吼。你的地方上也看到，你的生态旅游吼，做咧你地方上可能做发展去吼。汉拜休闲农业区设定过后，为连接新务台生命线轨路会嘅状态，大方案内来丰富地方嘅观光条件，发展出新务休闲农业区嘅特色。看这新闻让片上香港你现场的乡亲啊，是讲，你都认为讲到底来文化来讲这种观光。好，目前用生活方式来选择，老了，你非核家园也好，再生能源、绿色能源也好，到底有乜嘅相关联？那个关联系用把现在一步来群哈，有好可能了解太高，系，你系意见系乜嘅？台湾哈四片的海岸哈，就按你幸福冇陆岸风机，你要表示乜嘅？你要表示按你。新丰人吼，当就决心，你的发展，你设计吼，沙基的文化，你外界较好的空气，较好的环境，你系讲安样的东西咧，你头摆大病了半日吼，了到辛苦全部冇用得咧，我是都该当大爽。还我想吼，你系民主社会啦吼，民主社会就是说尊重你在地的居民。你啊，你幸福的乡亲，当希望讲，你将来吼做得发展你的绿色休闲产业，你也是按照你啊石斛啦、藻礁了到吼亘古的文化，你也是休闲绿色的产业，唔系发展个真正发展了到东西，又会影响到你安样的文化的东西。我的建议是讲，离岸风机吼，你啊新桃了只是头摆英华为公司的啦。我的建议呢，就冇搬起来。你也係答應你乜嘅，冚唪全部當咱講。係最重要嘅是講，基於你條件，嚇，冇適合你財體嘅發展，是冇？好，了解太高，做風扇了解太高。早先紅起咧，我就看一篇論文，呢論文係台灣大學理學院海洋研究系葉信上寫的。佢寫描述嘅台灣46公里嘅海岸大部分大部分係藻礁，那藻礁佢研究一個結論叫藻礁從近岸裡面一直延伸到來打呢5公里以後。你講咧，你可能拍北片嘅風窗了到。然後紫色係關心藻礁保護區，佢其實唔單止了到佢係延到5公里，所以你一北片係講咧實嚟風機，佢可能會影響到藻礁。本水唔睇，但是你看唔到，但是冇表示佢冇存在。係，所以講佢嘅設位所都藻礁區。各位睇到地藻礁係目前整個台灣西海岸一個生態亮點，呢非常重要。更何況個藻礁個地圖你也地講經驗就發現個基浪區就發現個一級保育財產都被控所以說佢設為所都係保育區地圖有財產都被控的存在，所以佢設了會面臨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佢會有刑責5年以下還有些法院，所以我反對。好，謝謝這位大哥跟我們講說，其實都係北片了隻比較小的這個風場，佢其實都好係你關心藻礁保護區，藻礁保護區唔單止你海順潮間帶停，佢可能又到往海裡面延伸5公里了其實南片信豐了到也有國家級濕地，信豐西出海口係國家級的一級，就是那個。也是台灣難得這種國家級的保育的濕地，所以變成說，這個風場它其實是設在一個生態敏感的區域裡面，還有比較在台灣可能比較少見的這種跟海洋、跟漁業、捕撈、採集有相關的客家文化，所以這個地區的設置選址是不是真的恰當？
还是说其实只要往外海去一点，相信说你到30公里的外海去，事实上我也没有反对哈。还有没有乡亲有意见的？卡叔好不好？当初在划分这个据点那个点的时间哈，我的运费完全是唔对。运费完全唔对哦。嘿，很多面记得英华威公司当白是来让运费在协调，我当白来跟他反弹，我大白亏费我都一直在反对他，所以讲伊的风才会走了。但是你呢有没有考虑到我们渔民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这个从你啊，你啊做了东下西，你啊才做了拍枪，了对不对？几十级风来中呢，风大浪大才有鱼耶。还做个黄花鱼，俺的渔民的当年来个都是在拼风拼浪，早期俺爸才做下去，风平浪静，常就出回啊。你啊做渔业生态改变了，冇强壮嘞，你啊冇风点容平常，你啊后天全冇出来啊。油脂也多了呀，俺都要做啊做唔得啦吼。所以讲这个东西设计下去，还你做落去，莫考虑叫俺根本在世世代代都在生存来渔民百姓性命的安全吼，莫全莫顾虑。因俺从俺山上去从俺出海啊，你会记起个坏体的时节，随波逐流的碰，俺蹲的碰坏体，俺山的碰坏体，性命的解决的都是了直接马赛负的责任。好，那位大哥嘿，西蒙，俺本人的看法啦，俺呢俩云南讲啊。你啊，目前啊，研究了今年来从你假日的时间啦，引山引海来到我哋云南讲，佢今日来云南讲係做咩？佢係來看海的事。你個海啊，風大時一，佢係海浪，有乜嘅洶湧，看嘢有乜漲，風點嘅時一，從你強漲，甚至我哋一看個睇到看得到啊，尤其你個。日頭外落海嘅時日，嗰個前景非常非常嘅正，喺呢啲度海東岸，讓我企到呢個風叉落去，你到呢度來看乜嘅，一看出去像看風叉，變成這個美景啊，真的就好像就沒有了。所以我非常非常堅持反對，在海上給我這個種這個風球了啊，這是我本人的意見。好，謝謝。好，是嗎？还有没有乡亲有意见？还有乡亲有意见吗？好，那请台上来宾做结论。那第一个问题，想请教渔业署。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产量在101年，就最近这5年有统计，这个是2288吨是最高，然后其实是缓步的下降了哈。说台湾整个西海岸的渔业资源是不是在减少当中？而这个减少是长年以来的问题，包括工业污染啊，或者说这些其他等等。那设了这些离岸风机，当它这么样靠近我们的这些渔民的这些近岸或沿海时候，会不会再一次的扰动这边的渔业资源？那有关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渔业资源的一个下降哈，或者是我们目前观察到长期的一个现象，确实跟几十年前比啦哈，这个渔业的捕捞量大概就有一些降低的状况出现哈。但是我想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一些因素哈，其实环境的污染啊，好或者是气候的变迁，这些都是会造成可能捕捞上面会比较少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在我们就是说在渔业的捕捞是从一般从以前的比较低强度的一个捕捞，一直进化到目前为止是比较属于商业性的一个捕捞哈。这些大概也都是造成就是会形成所谓渔业资源下降的一些因素存在。面对这样一个渔业资源下降，事实上先在于所谓的我们自己的保育，我们自己对渔业资源的保育，我们先把自己做好了，这个部分再来说你其他的部分在影响的部分，我希望你们可以更努力的去减轻，再降低这对破坏性的影响。好，谢谢。那我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就是说，当这样一个台湾西海岸比较难得这个自然海岸长出了这么多的风机之后，从北一路到南，在整个海峡这个比较狭窄的海洋环境里面，真的对我们的这个海洋的洋流，就是整个台湾海峡的水流，或者说这些东西都没有影响吗？还是说这个影响事实上我们过去没有实际案例评估，我们现在很难预估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还是说事实上有些东西是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改变洋流哈，其实你看那个机装的，就是风车设置的范围，它的直径大概就是1
一般是6公尺，然后陆基的话，所以它的 O 的，因为我们物理上来讲，就是它的量级差不多就10公尺左右。那它会影响的局部区域哈，其实大概就是3到5倍哈，我们可以以这样估计。所以实际影响大概就是30到50公尺。可是你看它的间距哈，是设在大约1公里左右了哈，因为它风车不能设太近。对，那叶片很大，不然互相打到。对，叶片的设置的范围大概是10倍左右了哈，所以大概就是1公里左右。所以你看它画的这一块区域，它里面只能设几十只的风车，所以那个就是为了要减少这个风阻的效应。就说国外其实有研究啦，其实风车在设置的时候，它当然要截取那个风的能量嘛，你设太密，那个风速就会降低呀，哈，那洋流会被影响。所以其实在设置的时候，对这个影响到还好。不过这个案例哈比较特别，是因为它就是在潜水区域啦哈，我一直在强调说，因为潜水区域，然后生态又丰富，潜水区域会有比较复杂的一些作用啦哈。那所以就会造成这种。也许说海水的深度到20或30公尺是比较对海洋来讲是。以目前我这个物理的观点来讲哈，就说以这个漂沙的这个观点来讲，漂沙。那我们之前做的研究差不多是10米哈，季节风浪大概是10米了哈。好，就10米左右，大概就是比较不会，大概比较强的风浪，季节风浪大概是15米。好，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啦，就是说，假设你不要有这种比较物理的这种影响的范围哈的话，至少应该是15米。好，那吕老师，我们今天整场讨论下，我们发现其实风力发电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害，就是说。它可能选在什么地方就很重要了。如果选错了位置，再洁净的绿色能源、再生能源，可能也会产生不可逆的影响。这一点是不是我们要重新来思考？我们对于所谓的再生能源或者绿色能源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那这个厂址哈，尤其桃园离岸风力这个厂址哈，不是只有这个，另外还有2个，有3个。对，那2个部分是比较离岸的，差不多12公里到24公里之间。那他们其实在环评的审查的时候也很明确的讲，我念了一段话，这是环评的审查报告。好。第一个就是说，这整个桃园这个海岸的离岸风力发电来讲，厂址条件都不太好，风险也很高。好，那甚至交通部的航港局也认为，风场区域跟船舶惯用的航行空间是跟两岸支航通道重叠，而且还遮蔽了白沙角灯塔的灯光视角，是，所以他们建议不宜设置。老师，那我有个很好奇，就是这个赔钱生意没人做，这个既然困难这么多，可是厂商永远都不放弃，到底这个是因为我们台湾购电的这个价格很看好呢，还是说它输入技术跟设备这一笔呢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资源？所以厂商他无论如何，即便是环评书这样子写了，很明确的说了这困难程度或危险程度，可是厂商还是愿意做。因为我们政府第一阶段是3基嘛的风力发电，那现在提出了10基嘛，他大概也知道说。可能你不会核准到3基嘛，或者只有3基的量，可能在网上乱枪打鸟就对，看哪一个中。那这是一个比较不负责任的。但事实上，这个场域就桃园这个场域，我想已经很清楚的点出了问题，因为出去就是公海，而这个公海甚至这边的白沙角的灯塔，这个已经受到很明显的影响。好，那。这个案子来讲是离岸，近岸，近岸又刚才讲的离岸都是这样的情况了，更何况近岸啊！我想这个结论已经很清楚了。好，那我想，高理事长，您是这个再生能源推动联盟，可是今天我也发现说，其实再生能源会不会也是一个迷思？因为它也造成了环境不可逆的影响，它也会产生反扑，而这个是我们在现阶段没有注意到，甚至是刻意的把它忽略掉，因为我们一直标举着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政策目标，而使得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双方的对话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这种歧义跟鸿沟存在。我必须说，大部分在国际上面推动再生能源都是结合生态跟环保的。
所以我并不觉得在推再生能源的过程里面，它是会忽视到环境生态。我也非常支持这个观音藻礁的保留，我也希望我们台湾因为未来有离岸风电，能够促进更多的这个永续渔业的发展，也希望未来台湾因为绿能能够带来城乡的发展，能够让年轻人回到乡村。这个因为是在国际上有非常多的案例，到目前发展20年来已经可以看到的优点了，所以是不是一定要去忽视它，或者是不是一定要去牺牲环境，其实是需要政府跟民间共同的对话。当然，就是这一次的这样子的节目肯定是不够的，对，应该有更长期、更深度的，然后互相彼此的认识，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才能去设定一个比较好的、完善的未来的台湾的这个能源的未来的愿景。好，今日讨论到了位呢，你看到对生态的容许、环境资源的保护，了容许，大家係要認同嘅，有認為係必要嘅，當重要嘅。大家認為講咱特殊嘅開客嘅客家文化來傳揚下去、維持下去，咧文化嘅容許，係也係族群文化、族群嘅傳統嘅容許，也係必要嘅。咁講文化嘅容許，然後生態環境嘅容許，他們兩者之間一定是零和的嗎？冇可能做在強順強融嘛，然後講大家做思考的世界，就走在冇強融的對話，多元的觀點，大家來互相了解，把心胸敞開來，把心裡面話說出來，有沒有可能才會來勸大家對呢件事情嘅想象係乜嘅？係講你要喺哪度嘅世界，喺哪創嘅叫做喺哪度創詞對話來面對面嘅溝通，係唔係見邊產生嘅爭議是咪少呢？啊，想出面台皮提供一個機會哈，邀請您電視機挑起觀眾朋友共同的關心。下禮拜請持續收聽出面台皮，希望大家，謝謝。